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阿 Ann 與阿 Lam 呢個頻道。我哋今日要介紹嘅粵劇前輩係紮腳文，同埋佢響《白蛇傳》裏邊嘅表演亮點。紮腳文響《白蛇傳》裏邊嘅表現亮點，主要係體現響佢飾演嘅白素貞或者係白貞娘呢個角色上面，尤其係響紮腳技藝嘅展現同埋角色情感嘅表達方面。我哋有以下嘅具體嘅亮點歸納。紮腳文作為擅長紮腳戲嘅蘭花旦，佢喺《白蛇傳》裏邊通過紮腳技藝嘅精湛展示，成功咁塑造咗白素貞呢個角色。紮腳亦即係踩轎，係古代戲曲裏邊男性演員為咗扮演女性角色嘅時候，模擬女性步態而穿嘅一種特製嘅高轎。紮腳文嘅紮腳表演喺水浸金山一節中尤為精彩。佢通過紮腳嘅技藝嘅運用，將白素貞嘅柔美同埋堅韌展現得淋漓盡致。紮腳文不但只喺技藝上面出眾，更加喺角色表達上面落咗好多功夫。佢通過細膩嘅表演，將白素貞對許仙嘅深情厚誼，對愛情嘅執着追求，以至對法海呢啲阻礙者嘅憤怒同埋無奈等等複雜情感，都表現得淋漓盡致。呢種情感嘅深刻表達，令到觀眾喺欣賞紮腳技藝嘅同時，亦都俾白素貞呢個角色深深打動。紮腳文嘅表演同埋《白蛇傳》嘅劇情緊密結合。佢通過精湛嘅技藝同埋深刻嘅情感表達，將白素貞喺劇情裏邊嘅每一個重要時刻都演繹得生動傳神。無論係同許仙嘅甜蜜相處，定係同法海嘅激烈對抗，紮腳文都能夠準確咁把握角色嘅心理狀態同埋劇情嘅發展脈絡，令到整個表演流暢而自然，引人入勝。紮腳文喺《白蛇傳》裏邊嘅表演，不但只係對傳統紮腳技藝嘅傳承，更係一種藝術上面嘅創新。佢通過咗自己對角色嘅理解同埋感悟，將紮腳技藝同埋角色情感、劇情發展相結合，創造出一種新嘅獨特嘅表演風格。呢種創新不但只豐富咗粵劇嘅藝術表現形式，亦都為後嚟嘅演員提供咗寶貴嘅借鑒同埋啟示。綜合上面所講，紮腳文喺《白蛇傳》裏邊嘅表現亮點，主要係體現喺紮腳技藝嘅精湛展示、角色情感嘅深刻表達，同埋劇情嘅緊密結合，以及對藝術創新同埋傳承等各方面。佢嘅表演不但只令到觀眾領略到粵劇藝術嘅魅力，亦都為《白蛇傳》呢個經典故事增添咗新嘅光彩。好，紮腳文就介紹到呢一度，請大家點讚、留言、分享同埋記得訂閱啦，拜拜。